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小朋友，来，就是这个所在。今日哦，咱要来讲台语，恁平常时敢有咧讲台语？有。今仔日大家好好啊表现哦。九门师傅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各位小朋友、队长，大家好。好。石门神今仔日有一个问题是要问恁：有啥物人介意食炒饭？我嘛介意。你嘛介意食炒饭？炒饭哦，这个口味是百款，所以哦，我想要问小朋友，到底哦要煮饭还是煮啥物好食的料理？爱加这个咸甜苦咸。我知影，咸的火锅爱加咸椒啊，甲胡椒。胡椒。煮菜的时阵会当掺盐，安尼才会好食。做鸡卵糕的时阵会当加一寡糖啊，甲有芹，安尼较好食。做豆花的时阵会用掺一个糖水，安尼才好食。掺一寡糖水较好食。对哦，大家哦对这个咸甜苦咸拢非常的有厉害，非常的研究。那呢，今嘛就提出你的真实，也够开来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新店小虎队，出发！欢迎公敌。小朋友，来，恁跟我来。我的好朋友汉信呢？汉信，是安那拍甲久拢啊袂好啦。你是咧拍啥？我咧拍盐啊，拍盐。拍盐拍啊。盐？嘿，拍盐？你创啥？若要拍盐哦，是爱用啥物水？什么水？水。海水海水。海水。哦。爱用海水哦。对对啊。无你的盐。我用自来水会用。无讲我敢若奇怪，伊敢若愈来愈少尔，这水分愈来愈少。安尼，恁平常时敢有爱食物件拢爱加盐？爱。加盐嘛，较会好食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哟，其实我知影啦，咱拍盐是用海水。其实哦，海水拍起来盐就是粗盐，袂尽量莫直接食啦。经过处理，因为有当时咱的海洋有污染，你食就啥，咱毋知影。安尼知影无？好，安尼大家对盐、对咸、对迄个气味，敢拢真了解。即摆就要来甲恁考试啊，有信心无？好，来准备接招，听来噶。好康斗相报，一个人先投球，球入空；另外一个人讲题目，其他队员换球台，甲球扔去答案迄空，看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上帝金箍箍。恁敢有法度来过关呢？咱今仔日来讲到盐是会当食的，大家敢知影？各位小朋友，盐除了食以外，佫有啥物功能？敢知？会当来腌物件。哦，生物件。哎呦，毋是腌哦，是生。是。哦，厉害。佫有，咱有当时去庙会吼，迎老日的时阵，嘿，迎老日的时阵，若是光桥，光桥，头前有火炭，就是要过火。过火的时阵，边仔人就压盐，就甲温度降落来的时阵，咱就通啊褪车脚行过，就较安全。较袂遮尔烧安尼。嘿，还有啥？拄着歹物啊！确实啊。歹物啊！我唔是，你唔是，歹物啊！哦，歹物啊！
哦，多谢白谢谢，啊你知影无？对，哦，因敢若拢捡咱惊着，咱是歹物啊。真是活快啦！好，咱先话吧，好。啊，你即摆就是要来考恁甲业务关系对无？加油哦，现来噶！这哦，第一条就对。上细听哦。有够准的。四过的猪肉叫做啥物？四过的猪肉叫做啥物？这个想看卖哦，姜这是猪肉，姜猪肉。哦，敢若有答案啦咧，伊选一个，选一个。好，豆豆桥，嘿。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，嘿，加油！嘿，咱稳稳啊吼。这边那个那个那个。这个足准的，最厉害哦！来来来，跪姐姐。来，跪，来，跪，哎，哇！好，开始啊！你考有，差一点嘛！哇，加油！啊！好，哎，这个不哩准呢。哦，厉害！上细听。咱去拍篮球啊！啥物？是不是果子是的？较大声个一间。啥物？是不是果子是的？好，到底是倒一项呢？加油！加油！伫倒位咧？伫倒位？哦，这准，好。第三个开始，你倒3号。哎，加油！啊，差一点紧。喂，厉害！来第三题。伫韩国常会看到的事物，伫倒位？伫韩国常会看到的事物，加油！韩国会看到的。韩国哦，好啊。我时间要到啊！给了，放紧，有机会啊！叫，搁一球。动作较紧的哦，时间要到啊！加油！来，出来，嘿，对，一只去！呀苗啦，对着，摕了时间啦，对秒，时间拄好甲对了，拄要去，时间到，3个题目嘛拢有答案，到底对唔对咧？现来讲，哦，实在是太刺激啊！同每一个答案差不多伫咧上尾5秒甲讲出来。最厉害嘞！哦，迄个速度哪只咩？一个气，来，咻爆！哪通啊遮准啊？好，咱来看觅啊，恁的题目啊，还有恁的答案对啊毋对？咱第一个，咱做伙念生，迄字念生。生过的猪肉叫做啥物？生过猪肉叫做啥？咸猪肉。对啊，恁的答案第一个就对啊。好，咱来看觅啊，第二个题目。做伙念，啥物食物是果子生的？是啥物？姜酸甜。无毋对，咸酸甜就是果子。吼，好，咱来看觅后一题。伫咧韩国定会看到的啥物？所以就是迄个大陆拼音叫 kimchi。咱即摆看觅恁着几题？3题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，这厉害啦！第一关3题拢通摕到，是真无简单的代志。来，刷来第2关，准备接招，现来卡！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心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着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阿伯，你听我讲两句啊啦，嘿，听我讲两句啊。开讲者。听我讲两句啊。大家拢知影哦，食盐袂使食伤济，啊，毋过若是拢无食盐，恁敢知会安怎？会头痛。会头晕，啊无爽快，身躯无力，规身躯就感觉怪怪，就袂舒适。嘿，所以吼，伊就是因为身躯的你的坚性，啊，甲你的酸性无法度去中和，所以你的身躯会产生这个无爽快的感觉。所以嘛是爱食一寡，莫食伤济，嘛拢无食，安尼知影无？知吼？啊，今仔日讲到盐，就是讲到真侪气味，
说要考虑甲资料有关系的题目，加油哦！现来噶，好，开始啊，看资到料有啥物资料咧？哦，盐、嘿对，导游，真好真好。哎呦，来，无神就不要紧，神得较准呢。沙地，沙地，哎呦，看起来是有该吃沙地的感觉哦。哦，嘿，味素，味素，我唔对味素。好，后一位，哎，无接到，看准哦。哎，搁无接到。哎，唔知。日本的。好，来试试。来，麻油，嘿，无唔对。真好，嘿，米酒，米酒，对，这个哎呦。嘿，香油、香油哦，那这个好啦。哎，醋，哎，这你看，醋是故意。醋，我去，那边给你讲，好，沙拉油，嘿，对，沙拉油。好，后一位，哎呀，八角、对，八角。哎，对啊。巴塔，巴达，嘿，你巴达。哎，味素，好，来，不要紧，给你讲。一个，好，豆腐，豆啥？豆腐，唔对，来，紧嘞，来，搁接一块啊。谢谢。来，等你。是，第一个字，肉、不是，另外一个贵、贵，什么贵？是，六贵哦。哎呦，对。我无提醒伤济嘛，我有用迄喙型嘛，啊有去迄落感应着，吼，真好，来，咱做伙甲拢总甲学起来。哎，头先有看到一个图，我讲哎，咱日本定下咧食的是啥？咖喱。啊，咱头先看到迄个醋，醋，来伊安怎念？醋，对，向想无吼。啊，再来豆酱，咱看到一颗啊，迄无？豆酱，就是味素。头先你险要讲出来对毋对？菜市仔就讲出来，考笑不要紧。啊，个豆乳，豆乳，啊个有啥物贵？六贵。你看即摆就会我相信你六贵，你一定永远会甲伊记牢牢。好，啊，即摆来看下恁得到几题？哦，嘛是得到12题，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真牛哦，2个金箍箍拢互恁摕到啊！上尾一关，加油哦！准备接招，现来噶！选你无毋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色甲红旗旗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。恁着爱判断，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。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咱大家拢知影，盐生出啥物款，还是啥物色水。会有一个所在啊，伊互盐特别无共款。带恁做伙来看卖啊一下，现来噶。这间古早时的日本厝，敢讲是伫咧日本？咱来找一个人借问看卖。日本时代才是专门咧处理盐的事务、盐的检查、盐的买卖，哦，啊，佮有盐的仓库。台湾讲好以后，才着改大盐的。哦，原来哦，这个所在较早是台南做盐的工厂啦，生产的盐，互大家有够野用。
讲到盐，伫咱的生活中是非常的重要哦。您敢知影盐的知识倒一个是正确的呢？你有看到盐有足侪色水的？对啊，啊，甲盐有关系知识，倒一个是正确的咧。红记记白色色，白色色讲了有道理，大家一定要收看，非常了不起。非常的简单，这个盐哦会当去除湿气。啊，若是较湿的所在哦，你会当放一寡盐，会当降低湿度，安尼你知影无？敢是咧？来，红记记安怎讲？大家好，我是洪记记，听我的绝对袂互恁漏气。我甲恁讲，这盐会使伫咱的嘴破哦，因为伊有消毒的功能，所以只要咱嘴破的时阵，甲沾一寡咸水，无偌久伊就会家己好啊哦。安尼恁知影无？敢有遮好用？哈，恁感觉谁讲的较有道理啊？我感觉是白色色，是安怎是白色色？因为我有看过盐去用伤口会足疼的，所以就是白色色。有原理咧。我感觉盐会当除湿气。你感觉是这？是啊，盐啊，菜菜叶咧。我嘛感觉是白色色。白色色。元气咧。我感觉是白色色，因为我伫个一本册顶悬敢若有看过。平常时啊，就伫研究盐的作用，反射哦。所以，我互红记记机会。我我想咧。好，所以恁选择的是白色色。敢安呢？我互红记记机会。好，所以恁选择的是白色色。敢安呢？对啊！厉害厉害厉害！虽然啊，盐会当除湿气，啊，毋过伊效果是有限的啦。啊，亲像盐水，因为毋是咱所有的吹破，拢是用细菌来感染着。你若是落一个伤过头、伤刺激，会颠倒会愈严重。看医生上好。嘿，免去相信遐一寡有诶无诶啦。好，第一题过关啊，咱来看卖第二题。盐哦，伫咱人体是袂当无的物件哦。食品掺盐会当互气味搁较好，抹寡盐洗手，搁会当消毒哦。哇，甲锌同款呢！这五花杂色的盐哦，叫做生理盐，总共哦有366种色滴哦。啊，那这一粒一粒的，竟然是假软呢！混一点仔盐，喙一啖看卖咧，实在真好味。讲到盐，恁敢知影盐花啊是啥物意思咧？我毋管盐花啊，我看到我的色啊啦，我的是蓝色的啦，蓝色的，亲像我的心情足尔啊 blue 啊。不录是好的吧blue 毋是，blue 敢若心情无好。对对，无好。就亲像。做不准的呢。做有的感觉哦。我不管啦，我是蓝色的，欢喜啦。你什么色？我无看到，我是黑色的你是吗？黑色的，甲你的皮肤的色差不多。哦，别讲，较认真咧。好啦，咱做来看卖者，到底盐花啊是啥物意思？好，来，这个意思呢，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吼，咱人流汗的时阵吼，这衫裤顶悬有这个结晶盐，所以呢，你看到人的衫裤顶悬，哎呦，你的衫裤顶悬有这个盐花啊，真正哦辛苦啊，安尼你知影无？盐结花。晶盐。对。咱是定定看到，我毋知伊叫啥名。互咱看卖红记记安怎讲？我甲恁讲，这其实是为着要调味，用一点点仔盐的意思，所以咱会讲哦，你会使掺一寡盐花啊就好，唔免搁掺豆油啊哦。安尼恁知无？掺一寡盐花啊。唔对。恁看卖，恁感觉谁讲的较有道理？我感觉是白色色。感觉白色色啊？是安怎讲？因为我感觉红记记毋是对的，毋是对的，对毋是对的，毋是对的。
所以我感觉伊是白写写。文干呢？我无看过衫裤头顶有盐的，所以应该是红记记迄啦。个是久无洗，才安尼。你唔捌看过？老瓜大我打去的贝贝，哎，留做一罐的啦，遐留做一罐。但是应该爱有，嘿，你讲。应该爱互伊爱有温度，才会拍出来啊。我才会拍出来。对啊，啊，毋过你感觉这无啥道理，对所以你感觉是红记记。对。红记记好，啊，研希咧。我感觉是白写写，哦。因为老歌的时阵有可能真正会出现贝贝。白白。啊，猜个你咧？我嘛感觉是白写写。笑笑。啊，无，咱先来投票者，恁感觉是白色色请举手。 3票，好，感觉是红记记的请举手。对，你真勇敢，你尽量搁讲一个。你有要甲因邮票无？邮票那无就要者。决定是白色色啊。有人讲好，好，咱就来看卖啊！恁选择的是白写写。干嘛呢？ 哎，你感觉治过家己的烟灰啊？我哪有可能啊？来，烟灰啊，就是头先咱红记记讲的，南瓜盐你压落去，亲像迄火共款烟灰啊，滴滴啊就好一丝丝啊安尼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来，来看卖啊，恁得到一题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，两个半个金箍箍摕到宝藏，愈来愈有机会哦。敢摕到咧？天来噶！ 哎呦，两届的机会哦。有任你有想要？你想要选倒一个？长尾山牛。你想要长尾山牛？延期咧。长尾山牛。你把长尾山牛。猜个。长尾山牛。好，所以你要先选长尾山牛吗？好，好。好，安尼就甲手放起哩。轻轻啊！请起来。啊！剩一摆机会。 剩一摆机会，有赢你诶！会使讨论出来。拉力好，拉力，拉力，有影哦？手，无要紧啦，啊，万不离真正若是无对吧？无要紧，今仔日学到真侪物件嘛。选哪里哦？请起来。起来，要确定讲真正伫个梅花鹿，遮咱来看一下好无？来，梅花鹿起来。 对啦，伫个梅花鹿啦，有咱的古水稻片组伫遐内底，啊，真可惜。无好选啦，哎啦，无好选啦，咱先送咱的金箍箍。多谢。特别非常了不起制作的金箍箍，来，咱摕出来互大家看一下。这是定做的啊，外口买无的。袂啦，咱今日嘛是有足有价值的。啊，辉弟，咱就继续学台语，继续讲台语，就法度非常了不起。欢喜学台语。